到即摆训练济的传教者，嘛，互咱台湾的长老会成做一个真特别、无共款的长老会。所以而且真公平，做一个好友，做一个受训练的牧者，嘛用感恩的心来感谢神学院。特别而且嘛爱代表神学院，甲咱感谢过去咱的帮忙，过去咱的带导，过去咱的关心，互这间学院永远会当继续维持。特别感谢上帝的，今年咱得到一个好消息，前到咱拢要入案，神学院毕业无有学位，要入案袂当。结果到伫今年通过神学院的入案，感谢主。即摆开始准备要招生。这招生的简章办法若出来了，得到教育部同意了，明年年初就要开始来招生。真望咱来关心带导，特别是新会开始有学位，这款符合教育部要求的下面，就要真强的师资。为着安尼嘛，爱请更较侪好的老师，伫经费上嘛真需要咱斗骹手、斗帮衬。所以今仔代表神学院来甲咱请安，嘛望咱为着这个来关心、帮衬。咱三甲来祈祷，至圣的主。那落切切希望祈求真愿，切切希望你的灵临在伫阮中间。主啊，互你的话成做阮个新的一摆开力。伫阮中间有病痛的，有艰苦的，主你医治，主你帮助。主啊，想使阮你跑走路程更较有力，成做好见证的器躯伫你面前。祝福阮今早起所要讲、所要听的。安尼祈祷恳求，靠出性命，阿免。拄则咱读的圣经，里啊描写一个女信徒道家。伫新约圣经的内面，耶稣基督捌俄罗三个人。第一个就是好撒玛利亚人，人看起呢，佫是对的，竟然去听迄犹太人。受伤的犹太人，这祭司唔敢插，这利未人唔敢插，教会中心唔敢插，祭司唔敢插，这上讲听什么人，无听什么人，竟然这对的去帮助一个受苦、受伤，而也无人照顾的人，也去帮助这个耶稣俄罗这个就是好撒玛利亚人。第二个耶稣你俄罗这个人，这个人犯罪。总是耶稣赦免伊的罪，用感恩的心，将伊所积聚的去买一个香盘，拍破，来伫耶稣要死以前，来甲伊洗骹，来甲伊抹身躯。这个负责人，伊要永远受笑脸。第三个，伊学了一个人，有只耶稣坐伫。等呢，伊咧看人捐献，一个带落，只有一个真善切的负责人，寡妇摕2个小钱啊，歹势啊，甲落落去。耶稣讲，伊的奉献是上大，伊要永远受笑脸。一个上善良的人。伊原甘心为着听上帝，伊甘愿将伊永生的拢献上。新约四道行传了后，先第一个受俄勒就是这道家，伊毋是好嘢人。若要讲起到底，伊是半善良人，做裁缝师傅，做裁缝的较有啥物通趁钱？
总是伊的热心，伊的疼心帮赞一个人。伊将做裁缝村的人个唔爱保好羊，真侪好布安尼切了，这布也留起来，然后甲补，就甲做寡内衫，做寡外衫，做衫裤，来互这散车的人，特别真侪寡妇，无人照顾，伊去照顾。圣经讲，伊行济好事，真济。一个毋是好嘅人，总是伊欢喜来付出。道家圣经名，圣经佮特别伫咧强调一项大比大，翻译就是羚羊的意思。全世界上简单的一个动物，上卑贱，总是上有经济价值的动物，就是羊啊。哦，伊逐项伊的毛会当遮做人的衫裤、羊毛衫，伊的皮嘛当做羊毛衫，伊的身躯逐项肉当遮骨的当摕，伊个项油嘛遮做面油，真出名的面油霜，完全的付出，道家都亲像伊的名，完全的付出。所以即款的疼，伫死的时，这寡妇听到彼得来的时，因就随走找彼得，毋望彼得该救，互伊讲我，伊毋甘伊死。然后因每一个人就摕伊做过的衫，你看这个衫就是伊做啦，这个笑脸见证伊的疼，彼得嘛感动，做不赢，总是为着这妇人，为着这寡妇，伊嘛感动。伊专工到伫迄个所在来医治道家，互伊过活。道家故事加做基督教的一个福音，嘛一个勉励。道家嘛加做以后，阮咧做小服务的人，拢爱用伊做模范。无论什么人，爱照顾遐散车的人。1964年，74年。我本来做大专事工，和咱的蔡牧师学工做大专工作，然后向永强请去做 YMC 的总干事。我去用做 YMC 的总干事的时候，我感觉YMC 的总我办补习班有够苦恼，干来趁钱。结果就去到地时接落到地下查，佫嘛无趁钱，佫红字，剩17万块，要叫我哪做？我干那祈祷一项，上帝小事我有疼心。我通过这个机构来传播你的疼，然后好啦，你补习班我照办，总是我甲这职员讲，要得到钱，毋是要想要咱去趁钱，你只有疼人，才通得到上帝祝福。你的动机若毋是出于疼来做，你袂受祝福。阿免。每一个人你做代志，你若毋是为着疼来做，你袂受祝福。然后，阮开始做新生障碍的工作。我18岁前就做盲人协会的志工。我一5万来帮助这孤儿，帮助这迄个。当YMC互我做的时，我开始要来照顾人无注意的。盲人协会、婴教协会拢有，总是独独。我看到一群的人，这群的人伫民国50年左右。小儿麻痹流行，注射有风射，结果有风射过期品质变唔好，结果害着足侪台湾人，伫迄几冬连续得到真济的这小儿麻痹。看这个人去到地时，我看到人变形。伫美国读册时，看到人小儿麻痹的时无变形，因为出事了，因就随时复健。脚随时用，互伊萎缩肌肉，迄无萎缩的所在，会当增加5倍、6倍长大，安尼来补满。所以咧，脚项正常的人差无偌济，总是特别台湾足可怜。规个变形拢穿铁的，铁架，安尼咧叮当，拢歪一过。我看到这个人无人照顾嘛，无协会，农业协会，A教协会，盲人协会，独独这群的人。
无一个人咧照顾，所以我开始重视复健，邯郸病院即复健师联络开始来复健。诊断，然后办这个复健运动，然后办这游泳队。后来我就设一个台南市特施体育委员会来帮助你运动。我做主任委员做15年，来帮助这。民国66年，我看到真侪中学生小儿麻痹的囡仔，真可怜，拢唔爱出来，秘伫学校，秘伫厝里。袂出来向人交陪，我爱互这囡仔出来，所以我就开始想讲，我要办一个常战自强活动营。我唔爱叫做长将自强活动营，我要办做悠悠营来交陪朋友。我台南市总调查拢总有买到200个小儿麻痹学生，然后我就发配互我毋望100个当参加，我要帮助因出来。我为着安尼，我就去调真济会，嘛去请真济大学生来做志工，来训练要怎协谈，要怎帮助，要怎辅导。对2月、3月开始就直接帮助辅导1月1，帮助因要怎去辅导这囡仔。然后5月开始招生，6月开始叮当要招5万100个，结果招到6月底。7月初去报名，结果拢总几个7个人，无人要出来。为着安尼，我总要拜托这大学生，恁去访问，一个一个给抽出来。我5万有100个。后来真正因去访问真感谢我，这大学生20个爱去访问，然后到开始的时，咱伫台南市内4暝5日。拢总有80几个参加，挂这志工、挂这义工，安尼拢100个，伫遐咧帮助。我第一堂就是学着困扰解答。我演讲了后是，我就一个困扰解答，就问因，讲你有啥物困扰？分单互因，然后收转来到第2困扰解答内面40几张。第1张印起来时，我就搞爱笑。伊讲当我跌倒了，人家在笑我，我怎么办？对咱来看，这是什么困扰啦？这靠是什么啦？总是你唔知影，这穿铁的囡仔，摔了爬袂起来，迄款的悲哀，迄款的见笑，迄款的自尊。我笑，你爬起来，向旁边的人笑一笑。想办法爬起来。我教这囡仔一定爱家己自立立人。4暝5日伫遐哦，小要去唔困呢。讲因要离开唔甘愿，到尾我无法度到2点的时阵唔困，我甲答应讲好，无爱组织是社团，所以开始正式来组织一个慈观社。100几个，后来招到100几个，啊来帮咱遮个。一世人重视这个，我讲对因得到真济帮助，看去真济奇迹。今仔日道家，互我真大启发，要安怎去帮助人。听，伊听人，然后伊得到回报，伊去救着伊性命。我拢感觉上帝真公平。当你好听好人的时，你要得到愈侪听，你要得到愈侪祝福。阿们。听的回报，30当前，我有一日骑车到入安平路，拄拄协进国小的头前，迄个协进馆的头前，一坑足大坑。30当前，迄个路啊，才凊彩踩一个支旗仔踩在遐，迄在边啊插一支旗仔。也无封闭，结果迄一日，一个少年家骑车，砰，怎栽落去？伊无看到遐有一窟，佫骑斗紧的，怎栽落去？栽落到地，砰一下，厝边隔壁拢走出来，老血点点昏去，
真正啊看，哇，这老岁老了无较去救吼会死。结果有人来讲，无，这袂使叮当，这来警察来，来等警察来。哦，啊，就无万一啦，安那呢？哦，迄阵嘛流行讲袂使后边救哦，救了到了向热讲你害的哦。大气可怕蛇，无人要落遐救。带我过，看到我随跳落，随到揽起来，哇，拢无知觉。互老岁安尼规个，然后我叫计程车随时拼去民生路，黄外科啊，吴秀英长老因先生伫遐开一个黄外科，好，随时去急救。急救了起来时好佳哉，脑震荡，骹手安尼规个拢着伤，头壳只地上破一空，伊讲无大代志啦。我就较紧问电话，伊就我电话，我就较敲电话去因兜。哇！你个囡仔吼，车好，你较紧来甲看一下。好啊，因爸母差点啊，一搭边啊，骑一个奥多啊，两个人啊，好啊，来到就匆匆忙忙来。我看到因两个来的时，我就问讲：你敢是某美人的爸母？伊讲是啊。啊，我囡仔我哪无？我无代志啊啦，较好啊啦，因为脑震荡啦，有啦，你较紧入去遐看一下。拼入伊也无问我送。然后我家己坐个读书室，就搁坐倒来，即个海关啊，伫遐看我车，然后离开。10分后，有一我伫民族路教会开会，我向接到一通电话。做干事哦，我 YMCA 职员敲电话互我，唔好啊，我毋免紧张啦，啥物大代志啦。我恁查某囝吼，伫安平路吼，车祸向落好老岁老甲，啊，叫人救来伫民生路啦，迄自外科啦，你较紧来甲看，哇！好，我讲啊牧师是咧，我爱随时来看处理代志。变去到自外科、自3千外科，一个到迄门口口的时阵，头前一个30通岁的青年徛伫遐。你是黄依依的爸爸是无？我讲是啊，啊你是？伊讲吼，恁查某囝吼，伫安平路叫车弄着，啊迄只车注意走，结果倒伫遐咧老岁，无人要甲救。我驶车对遐过看着，我看伊可怜，我也救啊。即摆来伊遮，好甲才救起来，无偌大代志。你较入去看，我问者，请问你什物大名？你的地址好好？伊讲要啥？我这了，我会去甲你感谢。伊讲免，讲无啦，你一定爱互我感谢。免，我就注意去。30当前，我伫安平路救一个人去民生路，10当后，人伫安平救阮查某囝去民生路。圣经讲，你栽什么，野什么，你是要收什么。当你正听时，听了报答你，听是会回报。儒家就是安尼，听毋是咱回报，听个感染真济人。德国一个真出名的这个慈善家，伊拢不爱互知影名啊，真够帮助人。有一个记者听到就走去访问。我听讲，好，你帮助过真济人，啊，拢无爱互讲你的名，拢无爱迄个。伊笑，伊讲你是安怎有法度安尼？伊讲我甲你讲，我少年的时要来城市食头路，我住庄骹，有时透早6、7点我就起来，就要来都市找头路。因为我穿了较薄，无拍算讲拄着大风雪，你敢知？我叫冻啊无法度，到我倒伫路边，昏去倒了。我家己知，我无偌久啊，我无法度啊。总是我分为不切的下面，竟然有一个人对遐过，看到我，随甲抱起来，然后我救来这个病院，然后病院了，等我精神了，伊讲啊，你是啊，咱较无要穿较早、较厚的衫，啊，穿个这样抱来遮。伊讲我毋知会落大雪。伊看伊真可怜，啊，佫无钱，全落地忍起来，只会互你做医疗费用，出的互你做收费。伊讲免啦，伊讲无要紧，你点。伊讲慢只
请问你什么大名？我以后通报答你。结果迄个人也讲一句话：你敢知？赫尔萨马尼亚人是什么名？你知无？以前到读圣经都唔知赫尔萨马尼亚人什么名，咱中国看什么人较牛哦？我无啊，我唔知伊个名，对啊，无名。我嘛是安尼，怎离开？对迄一种决心，有钱我啦有钱，我一定要帮助人。我要想尽办法去帮助人，要行这个罪。我嘛望真侪人学习这个，所以就开始帮助真侪人。啊嘛，甲迄个所有帮助，可以帮助人讲，你可以帮助别人。所有真侪人安尼伫安尼，直直扩大传染直直去。哇，真做一个真好的见证。美国一个记者马歇尔，伊捌写一篇文章，叫做《一念之差》。迄个一念之差内面，伊描写讲有一个透早，经过一个山坪，啊，一个小镇，小庄卡，啊，要去到一个都市。然后咧山中间咧，向发现哇，头前一个闪闪啊，啊，青年人啊，汗甲气喘，穿啊毋是真高，啊，汗甲气喘啊，带咧，人讲搭便车，伊看到，哎哟，遮那寒啊，遮那早，6、7点啊，就有人伫遐咧，迄个，伊真同情伊，所以车停起来，就互伊爬起来坐。爬起来了，伊就问：哇，青年人啊，你是啊，到遮早要去倒位？伊讲伊要去迄个城市啦。要创啊？我要找看有头路无？阮遮无法度讨食，我问你遐看会当讨食袂？哦，安尼哦，哦，啊伊就带讲吼，因兜安那过去，安那伊真问会当去遐会当安那？你讲的中间，看到边仔佫一个红头毛的青年人，安尼咧行路，啊换闪闪啊，啊寒到吼啊二寸安尼，啊拄行，啊看一个车过尔，看一个啊佫越过，家己佫伫咧行，爱怎输过？伊讲啊，较遮啊寒的，中间敢有佫一个少年人佫伫遐咧行，所以就问这个，迄个你敢捌哩？伊讲我捌啦，阮两个就是约束要做伙去城市，要做伙去城里吼，啊要去食头路呀，啊是安那？你要搭便车，伊较无要搭便车。伊讲无啊，阮两个想咧吼，若要人搭便车，两个人吼无人要载。阮想讲一个来一个来，所以阮两个就带比赛配烂，看啥物人配较远，啊我配较远，所以我会当先优先。所以我若看到第一台车，我会当举手，啊伊咧家己伫行，我远啊看到你的车来，我欢喜啊，我就举手，啊结果伊就乖乖伫行呀。车倏者过去，听伊讲的时已经倏过真远啊。伊讲嘿，啊你头拄仔会无甲我讲，意思讲我私下甲知啊。伊讲我毋敢讲啊，今日也毋知吼，啊佫歹势。哦，这个人想讲。啊，较有朋友做这个行的，有够艰苦心。无代无志，看到头前，哇，害啦，已经到一个头前咧收费站啊。收费站一个老伯坐伫遐，啊，一个面相足歹，完了，1箍。吼，哎，好啦好啦，啊，来饮出来1箍，互伊。向伊想着落地啊，怎集中饮出来，放落啊。迄老伯讲，袂错。伊讲：我要拜托你一件代志，什么代志？伊讲：无啦，他顶下吼，他顶下有一个红头毛的对遮过，拜托你遮钱互伊。我看伊穿衫真薄，我望你会当遮钱互伊，互伊去买衫，啊，互伊去用，做所费人用。我干那遮现金尔，拜托你啊！你家无要创啊？哦，佮甲讲伊家无要创啊？伊讲无啦，拜托啦，拜托啦，拜托啦！啊，车怎离开？这个代志吼，这个马歇尔一直咧想，啊，到底迄个少年人有得到帮助无？后来几冬后，伊对遐经过，佮想到这个故事。过到收费站的时候，问迄个老伯，结果收费站讲，结果坐一个乌仔送你啊，肥肥啊，笑嘻嘻。啊，乌仔送，搞早，伊讲搞早。
以前毋是一个查甫，而且阿伯，而且即马较换你，伊讲好你哦，伊阮先生哦，阮先生拄打半当前过身啦，吼，恁生半当前过身哦，先生过身呀，伊讲你问伊要创啥？你捌是无？伊讲我毋捌啦，我咧几当前吼，就对遐过吼。摕一个钱，互伊囥伫遮，要问伊帮一个红头毛的少年。我是顺续要问看，到底到尾安那？结果，这个负责人听着安尼，目睭都大绿啊！吼，你就是迄个好心人哦！伊讲，什么意思？你敢知？为着你的钱，阮先生，阮先生头足气，带臭臭念，到尾看着这少年人来，义俊足可怜的，伊常常叫我顾大，叫我在遮收费，怎带这少年人回阮兜？然后伊就摕咖啡互啉，看伊穿伤薄，伊较摕因囝的衫，你敢知？因翁本来是一个真欢喜的查甫人，结果伊无因两个阿某生一个后生。20几岁叫抽去做兵，抽去做兵了，煞战死，所以足唔甘愿，为伊的囝儿，为了国家的战死。所以这个老阿伯个性大改变，不时的骂，不时的咧骂政府，不时的救助人，个性足歹。总是看到这少年家个穿因囝的衫，看到袂随的囝，哇，迄时对有够好。然后问讲这少年家你要创啊？伊讲要去都市食头路。伊讲好了，我讲你免去，你是毋是会当来到阮遮来斗骹手？我一个农场都欠骹手。伊想讲好啊，帮助你。伊讲好啊，你若有通我食大就好啊。伊讲无要紧啊，我袂当互你足济钱，总是我一定换薪水互你。你也斗骹手，结果怎带入因兜？伊看伊袂输囝，你敢知？阮先生为着这个查甫囡仔来了后，是伊规个拢改变，迄款怨叹、唔甘愿拢改变，真做一个充满喜乐、感谢上帝。伊拄仔无彩，伊拄仔半当前过身，无伊就会甲你感谢。伊定定笑脸，若毋是你家婆，伊袂当得到一个囝。有当时听会产生奇迹。会改变人。我捌读一个故事，里一个老护理长，退休的时50几岁，要60岁退休。无代志做，我要摇一个囡仔，我要摇一个，伊也无结婚，我要摇一个囡仔，就甲病院交代讲，我要摇一个囡仔，你若有人饲因无爱，你来互我。结果拢无，经过3冬，等3冬拢等无。伊讲我靠拢无啊，伊讲大家拢杀车抢的。有一日，竟然一通电话来。你敢是讲要爱饲咱无爱的囡仔？伊讲是啊，我等3冬啊。我遮有一个人拢无爱吼，你毋知买无？当然买咯，无遮万遮我讲也袂了咧。这个囡仔吼，出事的脑性麻痹呢？哈，脑性麻痹哦，无要紧啦。毋是啊，我讲也袂了咧啦。伊毋是干脑性麻痹了，伊个痴迷。脑性麻痹个痴迷哦，脑性麻痹就足严重啊！我咧做这个心身障碍工作，我知影，我定行这脑性麻痹的、小儿麻痹囡仔做伙，哇，真严重。个痴迷，哇，迄个严重。伊讲你敢买？这互你这样想想，好，这可能是上帝旨意，因为无人敢爱饲这个。敢若我有法度，伊是护理长，好啦，我会答应啦。怎开始饲？这个囡仔耳孔有听的，所以就去买一个买琴，买真侪音乐来我听，弹好听。我定弹琴，要听要教，嘛教伊哆来咪，教伊弹袂好势。定走我的家庭嘛，走无几个拢五音不全。你伫遐饲到16岁，囡仔愈来愈大，愈来愈老，逐摆两个歹起歹落，有当时就忽东忽西，伊就感觉好，我真好袂得上帝，你看你
打叫他当活了。平时要困的时候，他祈祷的时候，囡仔咧开始困了，伊在祈祷的时候，他流目屎，兄弟啊，为什么没有神迹，让这个孩子改变？你遐咧话，你遐咧祈祷，有时伊祈祷了，半暝向听到有人咧弹琴，哇！囡仔做落会啊，拢袂晓，竟然烧起来，向半暝烧起来。弹琴，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啊弹小的噪音吼，啊弹弹几啊摆，弹哒哒哒哒哒哒哒，一定咧弹才好听的啦。即摆会直直起来哦，直直熄哦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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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规地，前到早拢袂晓弹一半尔，啊弹无几音，其他几地。啊，毋定咧，伊所教的开始一块一块有哪锻炼，哇！伊怎逼起来？怎对迄囡仔怎染的？目屎伫哭伫流，感谢主，感谢主。迄囡仔是充满迄款兴奋，滴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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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时了，迄囡仔逐日都手里琴弹弹，伊所弹过教过的歌，伊拢弹啊好势个。伊即摆看去摕迄谱来，啊，看无迄摕谱伊嘛看无，所以就看放录音带好听好呀。真奇妙！所有录音带了放一摆了，伊就发动对他弹尾啊！哇，够影咧！啊，伫市有影，确实安尼啊，头啊简单，愈来愈深。用orchestra好用哦，有发动走出来，较有可能。这个代志怎好啊？厝边头尾大家哄起来，记者走来讲，够影，遐哪厉害？迄记者准备2块 CD， 这都无人听，这单创作出来，甲可气，迄是恁家己做出来。来，你听这个听看觅，啊听了后先，伊直接将它弹起来，较有可能，毋甘我搁试第2块，哇，真正安尼。这个囡仔真做音乐的天才，后来进入音乐学院，真做一个真出名的乐师。听会产生记忆，听嘛会制造搁较济关系，真趣味哦。你古早一个故事，你喺描写讲有这个古早一个庄脚，一个米仓下面，米仓因为米用啊真济，所以真济鸟鼠饲啊一大堆鸟鼠加布袋，好啊！所以迄个主人就决心，迄农场主人决心，我要将遐鸟鼠拢啊清好死，拢要掠咧。看到真济鸟鼠啊，藏伫迄仓的边仔遐，好，伊拢知影去寻出来，拢总有遮那济鸟鼠啊藏。后来，伊就将鸟鼠坑的细坑的踢起来，啊，甲留一个上大坑的，边仔搁一个大坑的，伊就放火，烟，互伊熏，互遮鸟鼠啊，一只乖乖来对遐走出来。好，伊就准备一个大卡的迄个网仔笼啊，足长的。好啊，遮鸟鼠啊，一个混合到地，一只走出来，也毋知讲迄笼啊，啥物，一只走了尾啊，拢网啊，走拢网起来。一只提出来，一只提出来，庄仔尾啊，煞无半只，因拄仔看，了好，安尼好，拄仔讲了好，一只向捅头出来，安尼探一个，啊，佫走入去，抑佫一只，结果他听迄只，阮还佫蛇出来，大家拄仔看，看迄只甲遐那上慢出来，结果伊后壁尾啊夹一只鸟鼠。偏较大只煞，安尼对伊，哇！原来后壁迄只鸟出来是青面的鸟鼠啊，安尼怎出来？伊啊，大家都看，啊，这只鸟鼠啊，都探一个，啊，直行，有哪行，后壁迄只都有哪对伊，有哪行，安尼出来。哇！这人看真感动。结果一个人，罗马军兵就讲，这个吼，这2只鸟鼠啊，一定有特别的关系。这是丧尸啊，这是布什绝对要为着丧尸
来牺牲，来帮助善事。隔壁边仔一对夫妇讲：啊，干嘛安尼？迄翁仔某的款呐？因翁看到因某看到因翁看了迄个身危险的身，就啊救出来。无，迄是袂讲，迄是白仔囝，拄啊七口八舌，拄啊咧讲啊一大堆啦。啊，结果大家挖过来看到迄个拉比啦，犹太人的老师啦，啊点点坐拄手比咧，啊拄啊笑一个。伊讲老师，你看这两只是什么关系？拉比笑来讲，爱敢就一定要有关系。有影爱敢就一定要有关系，不一定。但是，当你爱了人以后，就会有关系。我帮人家这小李爸别囡仔30档，我2007年退休，结果迄日8月初8，台南市咧表扬迄个模范父亲，市长去通知我要去接受模范父亲，我莫名其妙，我也无人推荐开来，讲无啊，遐身心障碍的人啊推荐个做模范父亲，甲封一个慈官之父。哇！模范父亲人是咧表扬迄个亲生爸爸，啊，靠人诶，讲无啊，因讲你是因的爸爸。我帮人家诶，100个，嘛帮人结婚几十对，这人袂输我囡仔，这过去和我无关系的人，因拢真做袂输我囡仔。听会产生真侪新的关系。圣经约翰福音第1书讲，上帝是听，既然踮伫上帝内面的人，迄个就是听。每一个人你再听落去的时，你就修成听，多种的多说，少种的少说。每一个人你的生命内面，咱一定要去投咱的听。今仔咱咧纪念新人院，新人院的创设者巴克勒博士。红迄伫台湾偌久，60档。伊甚至到伫屏东去用破晒，伊笑讲有够无彩，这个你来去用菜，菜的肥用伫我也无好。迄款的听，我有当时读这宣教书，我是偌感动，这宣教书的历史，所以我就问。我真是感动这宣教书，你敢知？马高医生，这是一个真伟大医生，伊嘛去德国留学的呢，会当伫王家来做主治医的人，竟然走来台湾，牺牲奉献。然后伊感觉需要一个牧师，写批转去，问一个牧师来，你敢知第一个牧师啥？你敢知台湾第一个宣教书？你英国派来第一个宣教书是啥物人？你敢知？你唔知，叫做 David Mason。英国为着马雅各医生，就决心要派一个宣教师牧师来征求，竟然一个少年牧师 Mason，David Mason。好，我欢喜去台湾。我英国无会足欢喜的，啊，盛大甲欢迎，佮过去咧盛大欢送。11月开始甲送出来，第一个宣教书，未前到台湾离马六甲，拄着风台，挂落海死去啊！为着台湾第一个死，还未到台湾，然后死了后是英国足伤心，然后讲爱搁一个，无人要来。2月3月开始公告。到4月，较一个新来生来应征，叫做李修。好啦，你若要去，马古你爱训练哦，啊，佮爱娶某哦，甲替伊找一个啥物人家要对伊去台湾的一个负责人，结果伊个负责人一直无欢喜，我也要对伊去迄个，啊，怎行伊结婚？10月结婚，因甲好欢喜个。
11月14号坐船送来到台湾，12月初7到台湾。马甲国医生啊，去接了后，随时拼来台南，规个宣告，哦，李秀牧师，李秀牧师伫台湾偌久？只有12天，死伫台湾。27岁到台湾，39岁死伫台湾，总是伊拼命传福音，拢总别个20间教会，包括一间客人教会，包括后山教会，伊建立拼命。伊要死以前，搁要用中英女中，要无成死。因为有人为着安尼申请，我要食做女宣教师，接受我先生，我要来去中女的。所以中女的去了后来，创办人叫做啥物？李秀牧师。这人老真侪听的故事伫台湾。巴克的博士嘛是安尼。我读这的时，我真感动，所以我甲市政府讲，这真伟大的宣教师应该拢要设立纪念公园。好，我就讲，望巴克咧带迄个青年公园，会当做一个纪念啦。这马甲国医生带迄个中义路国小边啊，迄古早体育馆迄对面迄个公园做纪念公园。这三甲公园中英中学的校长变三甲公园，我就找安尼8、9个伟大的宣教师写去互这个。写去市政府，多灿宏市长就叫人甲讲，好啊，来调会，调你调，到尾去互遐你调好决。后来好佳哉哦，东门教会咧纪念这个巴克咧纪念教会时，拄拄苦甜仔去，我来讲互听，苦甜仔讲好啊，你若买毋较简单，迄个本社长无人要请，无你看要怎样嘛？我讲好啊。迄阵我倒担是基督教协进会理事长，每一间教会将出5万块，太平间、马甲看西街、东门，这新学院，这中女的拢出钱。阮协进会嘛出钱，阮这韩国教派嘛，本来跟教会斗出钱，安尼积的100-200万，去开始去整顿去用，后来过无偌久。开幕典礼，我和柯市长伫遐主持迄开幕典礼。这叫做马甲国纪念公园，不，这巴克的纪念公园。今仔真做一个真伟大，听最后的受笑脸。我真盼望咱的听会得到较大祝福，三甲的祈祷。总理表示，阮感谢你今早起搁一摆通过道家，互阮济启示。所以，阮真盼望学习伊的听，将这听分互人，因为听就是点伫你的内面，伫你的内面就是有听，若无听就是无伫你的内面。主啊，帮助阮充满你的听伫阮中间，也通过这个来分互遐需要听的人。我安尼祈祷恳求，靠做信名，阿免。